台东尼埔工厂互员工指控讲违反劳动法律，加班超时工作，公司是欠因加班费。劳工组工会要求公司得爱还钱，也毋过公司说讲要甲工厂关起来咯。劳工今仔早起是去桃园市政府抗议，因要求讲公司应该先甲工资，佮有补偿，先算好清楚，要关门才关门。先谈补偿，再谈关厂。大声喊口号，初十早起，一阵大雨过了，桃园市政府头前有一批来自台东年金公司的本国甲外国籍劳工，因长租工会团结做伙抗议公司长期违反劳基法，要求依法还钱。不过公司却伫8月底宣布，60天了后要关厂停业，劳工真意外。我们来台湾工作是要来赚钱养家。那些劳工他们做了10几年，他们期限非常多的薪资，但是公司跟他说，我只愿意付5年内的法定的补偿。移工会面临的不只是这样子的恶性关厂，而且他面临的其实更多是包含整个制度上的转换问题。劳团表示，台东年金公司50年来除了长期违法，也个纪律费已经做20-30年的老员工，在今年凯美风台出勤的时阵，却被现场时透露，要求市府出面确认违法的情形，遂要求公司先依照劳动基本法解决欠钱的问题，结果甲工会进行补偿协商，才当关厂。劳动局派人出面接定证书。积欠劳工有退休金、资遣费还有工资达一定金额的话，那依据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，雇主是可以被限制出境。针对大量解雇，劳动局讲，台东年金公司函部原因是停业，影响80亿位劳工。若是劳资协商无顺利，劳动局会介入强制协商。另外，公司欠工资加特别休假也未结算的部分，劳动局已经依法裁罚。若还有违法的代志，将会依法调查裁处。到目前，资方是也无做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